华语生态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在12月30日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上，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草仙木偶采茶戏，把中草药卡通化，赋予树木、花草与博爱人性、助人为乐的精神，使他们成为小孩子的朋友，在玩乐中学习到中草药的知识。华语公司创作的小草仙乐园被誉为中医卡通文化博物馆，一个媲美迪士尼的中医卡通文化园。广东新闻频道。
带上羽毛长长条条，